呢度係香港迪士尼樂園，佢坐落喺126公頃嘅填海土地上面，係全球迪士尼王國入邊面積最細嘅一個。但佢同時亦都係一個龐大嘅經濟引擎，每年接待高達770萬名遊客。當初耗資大約270億港元去將呢個夢幻世界變成現實，同所有呢種規模嘅大型項目一樣，佢係一個不斷消耗資金嘅巨獸。樂園面對住3重威脅：高昂嘅固定成本、複雜嘅全球物流同埋加速嘅折舊。呢啲意味住佢需要24小時全天候嘅保養、技術維修同埋一個龐大嘅餐飲供應鏈，而背後全靠一支龐大嘅員工團隊去支撐。喺呢個世界入邊，要賺錢唔單止係靠賣門票，佢講求對於每一寸地方進行精準嘅優化，由人群管制去到樂園營運都係咁。因為主題樂園係一門極度依賴營運槓桿嘅生意，營運商已經成為咗優化利潤嘅專家，用令人意想不到嘅聰明方法喺每一位遊客身上揸取最大嘅價值。首先要明白嘅係，雖然樂園嘅門票好貴，但係利潤空間出奇地微薄。當你將水電費、保安同數以千計嘅員工成本計算在內，門票其實只係一種吸引你入場嘅誘餌。迪士尼將門票當成一塊敲門磚，佢主要嘅任務唔係為咗賺大錢，佢嘅任務係將你帶入一個受控制、高利潤嘅生態系統。一旦你行入大門，迪士尼就知道你已經俾無數嘅消費機會包圍，而呢啲產品嘅利潤率要高得多。為咗保持人流同解決固定成本嘅問題，迪士尼採用咗動態同分級定價，透過根據需求調整票價。例如7月嘅星期六收得貴過9月嘅星期2，佢哋確保樂園全年都可以維持最高嘅入場率，但又唔會因為太逼而破壞體驗。呢樣嘢喺客人心目中創造咗一種抵買嘅錯覺。當遊客見到淡季有較低嘅票價，佢哋會覺得入場費慳咗錢，從而喺心理上合理化將額外嘅錢揮霍喺更貴嘅酒店或者餐飲度。佢哋甚至會提供連續多日嘅門票折扣。雖然第2日嘅票價減幅睇落好大，但其實呢個係一場經過精心設計嘅策略，目的係為咗確保你盡可能留喺佢哋嘅高牆之內。當你入到去之後，樂園就唔只係當你係普通遊客，而係將你嘅時間當成一種高級商品。迪士尼已經放棄咗90年代嗰種一票玩晒嘅感覺，而係轉向基礎加附加嘅模式。佢俾你行入大門，賦予你排隊嘅權利。但佢唔可以保證你有一個高質素嘅體驗。遊客喺樂園入邊最寶貴嘅資產就係時間。喺香港迪士尼呢啲樂園，一個受歡迎嘅機動遊戲可能要等60分鐘。如果一個遊客玩10個遊戲，佢哋就等於企喺度白白等咗10個鐘。為咗解決呢啲問題，迪士尼將升級嘅便利賣俾你，透過好似專享卡呢啲系統，遊客可以俾錢優先玩。呢啲高昂嘅通行證幾乎可以係每日入場費嘅翻倍。喺經濟學角度嚟講，呢招非常高明。迪士尼唔係賣緊新嘅產品，佢只係將你已經俾咗錢去花嘅時間再賣翻俾你。迪士尼將每一個營運小時嘅收入最大化。但係迪士尼唔單止想你嚟一次，佢哋想將你變成長期客戶。呢個就係年票嘅作用。對於主題公園嚟講，呢啲會籍提供咗可預測嘅收入。喺傳統模式入邊，樂園嘅收入係波動嘅，取決於天氣、經濟同學校假期。透過將一次性遊客變成忠實會員，迪士尼可以提前鎖定現金。呢啲會員會變成咗樂園可靠嘅長期飯票，佢哋會經常返嚟，令到高利潤嘅2次消費全年都源源不絕。喺樂園入邊，你身處於一個局限嘅消費環境。迪士尼利用強大嘅便利稅去推動高利潤嘅商品銷售。以一份標準嘅套餐為例，喺外面嘅世界，呢個價錢可能會被認為係獅子開大口。佢哋知道離開迪士尼園區去揾一餐平啲嘅飯，會浪費2-3個鐘頭嘅假期時間。對於一個俾咗大概幾百蚊買門票嘅遊客嚟講，佢哋嘅時間大概值每小時80至120蚊。因此喺一餐飯上面俾多50-60蚊嘅溢價，其實比起浪費時間去離開樂園係更加划算嘅。除咗食物，迪士尼仲會利用社交媒體營銷去將低成本嘅商品變成奢華嘅身份象徵。
好似出名嘅米奇老鼠耳仔頭箍，都係為咗打卡而設計嘅。透過創造喺社交網上睇落好靚嘅產品，樂園將塑膠頭箍呢啲簡單嘅物品變成高利潤嘅商品。遊客買佢哋唔單止係為咗件產品本身，更加係為咗證明自己體驗過呢個經歷。策略嘅核心之處，仲有喺度假區入邊嘅酒店。透過興建豪華酒店，迪士尼創造咗一個實體嘅閉環生態。呢啲酒店扮演住過濾器嘅角色，佢哋吸引咗一班更有可能有較高人均消費嘅遊客。酒店亦都幫助迪士尼管理佢哋嘅利潤收益。透過提供專屬特權，例如俾酒店嘅客人提早1個鐘入園，或者俾優先玩遊樂設施嘅通行證，迪士尼會令人覺得如果想玩得舒服，唔使煩，俾錢住呢啲房係可行嘅選擇。一旦遊客登記入住，迪士尼就成功捕捉咗佢哋100%嘅度假預算。最後，我哋要睇下呢個環環相扣嘅協同效應。香港迪士尼入邊嘅遊樂設施，例如鐵甲奇俠飛行之旅或者魔雪奇緣世界，其實唔單止係一個景點，佢係一個活生生嘅廣告。呢度就係樂園為迪士尼帝國其他部分提供養分嘅地方。當遊客喺樂園入邊愛上咗一個角色，呢段關係唔會喺出口處結束。佢哋返到屋企會俾錢訂閱 Disney Plus 去睇戲，會買戲飛，會買授權玩具。樂園令到電影變得更有價值，而電影就係為咗樂園呢度情感護城河源源不絕咁樣注入新嘅靈魂。呢度護城河係終極嘅商業防禦。一個遊客可能喺邏輯上質疑一件普通塑膠玩具嘅價錢，但係佢哋好少會質疑一段佢哋由細中意到大嘅角色嘅奇妙回憶。總括而言，一個主題樂園唔單止係一堆機動遊戲嘅集合，佢係行為心理學同空間設計嘅極致。每一條路，每一個定價層級，都係為咗推動你選擇更加貴嘅選項，而每一架小食車都會精準咁樣擺喺你最可能會覺得攰或者肚餓嘅時刻。迪士尼將一個龐大嘅營運負擔轉化為一個高效嘅賺錢引擎，證明咗樂園嘅魔法只係世界上其中一個最聰明嘅商業模式嘅華麗包裝。佢係一部設計成只要大門一開，每一個鐘都會為佢哋賺錢嘅機器，將你童年嘅夢想轉化為佢哋完美優化嘅企業利潤。多謝收睇。